Мөнхийн жолоодлагчийн 7 дугаар хичээлийн нэвтрүүлгээр та бүхэнтэйгээ мэд хичээлэн залгаж байна. Тус дугаарын нэвтрүүлгээр ма ла мөрийн чаган толгойх дүгм жишээтэй тайлбарлах болно. Та бүхэн анхаарлаа хандуулна уу? 大家好，学蒙古语栏目这期节目主要讲解妈拉行字母以及部分例词。下面我们一起进入课题。 7 дугаар хичээл ма ла мөрийн чаган толгой. 第7课妈拉行字母。 마 мөрийн чаган толгой. 妈行字母。 마, 妈 무, 么 미, 咪 뭐, 猫 모, 摸 모, 摸 무, 木 우긴 에큰 더럭 둘스. 词手形。 마르가시, 明天 메르근, 聪明 마하, 肉 먹어, 蛇 모르, 猫猫的 o 和音节末辅音 o 组成复合元音。 무스, 冰 무셰흐, 微笑 母谢一词由mu、西、耶、呼4个音节组成，其中西的一和耶组成长元音因此读母谢呵。 우긴 돈 더럭 둘스. 词中形， 아마흥, 容易， 에무그, 祖母， 엠드, 活的， 어머그, 微风， 타마흐, 搓绳， 오무드, 裤子， 훈, 人， 우긴 아득 더럭 둘스. 词尾形， 암, 嘴，口， 삼, 产奶量。三一词由撒、嘎、妈3个音节组成，其中撒的啊和嘎组成长元音啊，因此读撒么。 툼, 万 M, 雌性， M, 生命， 텀, 大的 나름, 小米， 춤, 塌陷， 흐름. 松鼠。 라무린 차간 толгой. 拉行字母， 라, 拉 르, 了 리, 哩 러, 啦 로, 啰 러, 啰 루, 噜 우긴 에큰 더럭 둘스. 词手形， 람, 喇嘛 르글글, 毛茸茸的， 량화, 莲花，豁的 o 和啊组成复合元音哇。 렁커,
瓶子、罗翁、萝卜。lo 的 o 和音节末辅音 o 组成复合元音 o， 因此读 loven。鲁顿、罗唇、露露。露露。 үгийн дунд орох дүрс. 词中型。 халуун, 热。哈隆一词由哈、拉、gon 3个音节组成，其中拉的啊和gon的郭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哈隆。 илүү, 多余。一路一词由一、了、咕3个音节组成，其中了的和咕的咕组成长元音乌，咕的乌和音节末辅音乌组成复合元音乌，因此念一路。 алим, 离。 олон, 渡口。 улс, 国家。 өссөх, 鄂。 хүлэг. 骏马。 үгийн адагд орох дүрс. 词尾形。 шал, 地板。 тал, 平原。 үүл, 云彩。乌一词由咕、了3个音节组成，其中和咕组成长元音乌，因此读乌了。 эл, 个。 хил, 边疆。 ёл, 狗臼。 дал, 肩胛。 шүл, 肉汤。 шүгэл.哨。 Дэлгэцийн минь энэ дугаар үгээр завсарлах боллоо. Хүлээн авч үзсэн та бүхэнд баярлалаа. Жалгаад Монгол Одон телевизийн бусад программд анхаарлаа хандуулаарай. 学蒙古语栏目这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看，下期节目再会。